镜头倒来到国内，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涉嫌利用台南电视自办定位案，甲土地开发商乌洗上千万。因为这开发商和高雄大树的定位案是同一个，这两案的自救会成员都同齐办记者会抗议，讲因向强迫参加定位案。童话不是秃鹰生财工具，童话不是。 要求政府向予人民土地正义，包括台南甲高雄的反自办中华自救会成员，在立委甲学者的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，批评前台南议长郭信良涉嫌以台南电视的自办中华案，甲土地开发商讨上千万，拢去予检方起诉。因为这个开发商还阁牵连高雄大树卡的两件中华案，无愿意参加中华案自救会成员，今仔日上北举行记者会，抗议引起防强迫爱参加中华。 自主推动了这样的一个美名呢，完全的推翻了。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，坦白讲，我们不愿意参加的地主呢，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就给我们不愿意从化者一条活路，拜托，谢谢。自救会希望讲，检调爱深入调查这个案件，嘛强调讲，既然是自办的，无愿意参加的人，就应该卖包括在内。嘛希望改进估价听数，达到中华了后平定的地价，甲市价一致的机制。你们的土地全部都要拿出来，这个自办式童话变成是一个侵害人民在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的权益。相关的规定是有一些机制，但是可能在这个机制上面还需要再做一些的一个修正，是不是让它更强化？针对这点，内政部回应讲，虽然是自办中华，不过相关的法令确实也有检讨进步的空间。因立委要求讲，在月底之前要提出改善的方案，若无会陪同自救会成员向监察院寄发相关政府的官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